视障朋友因为目睭看无、生活无方便找工课，也受限制。嘉义市配合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，替视障人士开公保教学课程，希望让因透过多媒体方式学新的技术，也增加家己的自信。问讲你是安怎交恁太太熟识无？这我是对时代无对啦，因为我甲阮太太是人介绍的啦。主持人甲来宾伫广播节目当中讨论少年时的故事，边仔老师嘛专心听因模拟出来广播内容。这是针对视障人士开办的广播课程，目的是希望互因学会晓新的功夫。我举办这个活动，主要是为着咱这种视障朋友，因为因卖互因家做俩零的工课，然后有其他的想法，会当做咱广播电台，还是其他新的影音平台工课。较早吼，毋是做俩零吼，就是接电话啦。所以咱即摆有即个新的方式出现的时阵吼，会当互咱家己目睭无方便的人，加一个机会，加一个工课的方式。做声音的练习，听各种无同的声音，嘛，互大家来体验录音的感觉。老师讲，因为校园目睭看袂到，所以加强声音，也阁有操作的体验，希望会当增加大家对广播的兴趣。因为耳仔其实做灵敏的，然后伊嘛做敖讲的，用安尼方式来带动因来对广播的世界有兴趣安尼啦。广播界，伊的迄个形体，伊安怎步骤，老师拢甲人讲甲足清楚。上课的校员讲，有机会会当运用广播来表达家己，加在个舞台感觉真好。嘛，希望会当有机会找到无共的头路。嘉义市社会处表示，这是头摆针对视障人士设计的课程，未来会参考因的意见来调整，提供视障人士更较好的就业辅导课程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